好啦，又继续来看这个南投彰化甲台中交界的马路溪1号床，200多只赤牛甲水牛，县府已经辅导牛主人，伫3月底进前爱甲这牛拢来卖掉。有袂少的民众趁这个牛也未卖掉进前赶来翕相，拄啊好翕到一只牛母咧生牛仔囝的画面。讲这个牛仔囝一生出来，牛母无顾着家己身体虚弱，随着徛起来。 撞这个牛仔囝的身躯，讲这一幕感动真侪人。那个牛在生产了，有一只黄牛母倒伫涂骹，网友看起来淡薄怪怪。详细一看，原来这只水牛咧生囝，有一只牛仔囝生出来啊，脚跟头一起出来啊。好辛苦哦！牛母真无简单，才甲牛仔囝生出来，无过身体还未恢复，就急要徛起来，甲牛仔囝身躯顶的黏膜剪掉，帮助牛仔囝喘气，互人感受到伊的母爱。牛仔囝嘛拍拼想要徛起来，伫边仔看的民众拢替因加油。加油哦，棒棒哦！中中岛交界马路溪有200多只黄牛和水牛，牛阵牵线食草的景象，去因摄影师来遮翕相。一位陈先生拄好翕到黄牛和水牛生囝的罕见画面。这是可以当做教育给那个小朋友知道说，妈妈生孩子是很辛苦的。借由舔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促进他的血液循环跟他的这个自行呼吸。黄牛和人同款，拢怀胎10个月生囝。 水牛甚至该怀胎10个月半，摄影师翕到牛母生囝、守护牛仔囝的过程，嘛体会到生命传承的水。